看病疼咱到安怎，互咱称做上帝的囝，咱也实在是。所以世间人毋捌咱，因为毋捌伊。伊替咱献伊的性命，咱对即个捌仁爱，咱也应该替兄弟献性命。恁紧若着我，担担的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我心内温柔谦顺，恁陪我的担来对我学，着恁的心神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担是快，我的担是轻。请咱三角来吟圣诗，圣诗第120首，上帝宽容实在奥妙。请咱起立来吟全首。用使徒圣经来坚固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灵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三角来交托启应文50篇，伫圣诗的后面1091页，显着的是我来启恁来用。至关上主的神引导我，因为上主应由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予善者人，去医治心灵破碎的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受关的出家牢。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甲咱的上帝伸冤的日，安慰所有悲伤悲哀的人，伫息安悲哀的人，予伊华冠代替恢复，欢喜的油代替悲哀，
称赞的衫代替忧伤的心。因受称罪公义的树。上主在前来显明伊家己的荣光，我要用信实甲因报赏。要甲因立永远的约。因的腰带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因的子孙伫万邦嘛会出名。这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祝福的子民。咱做伙来祈祷，阿爸天父，阮感谢你，赏赐阮一个平安的圣日，互阮聚集伫你的圣殿，求你用圣灵充满阮，带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求主用宝血洗清阮，互阮真正得到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请即事来收奉献。咱今仔日要收圣餐，即是礼拜的奉献，等一个有圣餐的奉献。咱起立来吟奉献诗。感谢你，阮的财前金钱拢是你所赏赐的。阮甘愿奉献阮所有用伫你的圣工，求你接纳阮的奉献，嘛祝福阮的身躯平安健康。祈祷靠主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第一小点，本主日举行2026年第2次圣餐礼拜第1、第2、第3场礼拜，敬请全体陪餐会员公守圣餐，同沐主恩。第2小点，小会公告，欢迎并接纳苏玉梅姐妹之成人会籍对台北中会三甲教会转入本会，愿主施恩赐福。114年度捐献证明收据已经开好啊，请伫本主日开始伫教会1楼广场发放，敬请兄弟也先去公报栏查你的收据号码，安尼较紧，再去领取。为了避免爱等足久，请恁去嘛会使去办公室领取。第4小点，5月初1拜5是国定假日，本会办公室休困。5月初2拜6正常上班。敬请兄弟注意。第5小点，下主日5月初3是青少年主日，敬请兄弟备办心，踊跃奉献甲代祷。第6小点，下主日5月初3下午3点半召开5月份中职会，敬请全体中职出席机构首长甲同工列席参加。具体消息。
第一小点，学青牧区定伫5月初9拜六下午5点半举办母亲节活动。母亲节活动美丽的结合体，意思就是做你家己就是上水的。当日嘛特别安排化妆做头毛师来为妈妈因西装打扮，诚心邀请恁来当中，互阮有机会用行动向恁讲声谢谢。报名请洽询办公室。第二小点，5月19号拜六6点半到9点，由阿免赞美计划团队带领恩惠的浪潮特会，欢迎大家踊跃邀请小组甲小组员甲厝内人做伙来参加。地点油厂敬拜中心。第二小点，合作社社员方案保险。一年的保险费1760块，5月11号拜一前接受办理，请洽询合作社。好，以上报告。71届台湾基督天主教会总会通常年会伫4月2个到24顺利召开，会中有选出干部，议长是王宗林牧师，台北中会副议长。刘德兴牧师中华中会，书记陈明光牧师台湾中会，过继黄君阳台中中会，副书记无选出来敬请为了咱台湾基督天主教会总会来祈祷。第二，高雄中会教育部去年速度行端抄写完成，迄个稿纸已经装订成册咱会当伫2楼的柜台来领取。第三，伊斯兰侍奉中心定伫4月28暗时7点半，有举办绝对肯定甲绝对感谢培灵的特会。讲师是韩国顺福音教会董会长李永芬牧师。地点伫福气教会。咱若有报名迄个报6点半会当伫教会出发。若要去报名，应该嘛是会使多谢。请咱三甲来恭读上帝的话语，记载伫出埃及记第4章22节到24节，彼得前书2章9节至10节。显着的是，我来读恁来看。恁着甲法老讲，耶和华安尼讲：以色列是我的囝，就是我的大囝。我捌对恁讲，着偷放我的囝去。通服侍我，你也毋准伊去。看，我要杀你的囝，就是你的大囝。摩西伫路站歇眠的所在，耶和华拄着伊，想要杀伊。独独恁是竞选的族，是王，嘛是祭司，是圣的邦国，是上帝家己的百姓。互恁传播迄个调恁出黑暗入伊美妙的光者的好着。恁前毋是百姓，当是上帝的百姓；前无受怜悯，当有得到怜悯。学乐，咱要请妇女圣歌队来学乐安尼做。
感谢妇女献歌队有主唱好听的诗歌。即是咱要请陈牧师来讲道。陈牧师要分享的题目是进入囝儿侍奉的呼召。感谢大家平安，感谢主吼！咱今日要甲主坐道，咱就是诚做若像贵宾共款，会当甲主坐道，因为咱是伊的囝儿，咱是伊的囝儿，伊甲咱当做伊上介好的朋友，毋是做奴才，是做伊的囝儿，做伊的朋友，因为最好朋友就是耶稣。感谢主吼，咱今日牧师透过出来记载，上帝爱摩西对法老讲，以色列是我的囝，是我的大囝，你互我的囝儿会当出去到旷野，通来侍奉我，因为埃及的法老伊毋肯互因去，伊想讲互这个以色列人来做阮的奴才偌好诶，所以就毋好因去。但是上帝讲，你就是我的囝，我的大囝，你爱出来侍奉我。所以安尼，上帝就用10个即个在下降落伫即个埃及，互法老。到落尾，上帝伫即个判过一个杀死埃及的大囝，大家拢好甲无法度，互以色列百姓会当出来及，以色列百姓的大囝拢平安。所以以色列百姓是上帝甲伊拣选的，互伊会当做伊的百姓，做伊的囝儿来侍奉伊。那甲像咱今日会当坐主的道，即个彼得的批内底所咧甲咱讲的，讲咱前咱是毋是百姓，即嘛咱是百姓；前咱无得到怜悯，即嘛受到怜悯。咱是受拣选的族，是王，也是祭司，是圣的邦国，是上帝家己的百姓，要来传播迄个调咱出黑暗入光明。光的美德，这个是咱的身份。最近这个全国祈祷网络的总干事刘教华牧师伊就用我的囝去通侍奉我做一款的主题来咧讲出咱今日做基督徒，有时伫咱的信仰上，咱有真侪迄个盲点就是咱。是囝，毋过改成搁做奴才，咱迄个奴才的心态带家长，较无迄个囝儿的心，所以伊爱咱毋通搁做奴才，咱着来做囝。咱的主权着爱转移，咱毋来，咱着爱真正身份，咱着爱有清楚明白。若无信耶稣信足久了，搁做奴才，袂做囝。奴才袂当承杀产业囝才会当你无可能将你的财产分互你的奴仆你是要分互恁囝上帝嘛是要将伊的产业赏赐伊的囝这个诗篇第2篇第70到第80讲，受我又讲，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捌讲，你是我的囝，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赏赐你做基业，将地业赏赐你做田产，做产业。兄弟姊妹，咱受洗进入上帝家，就是那甲这个诗人讲，我今日生你，主已经生你，伊嘛应允你，你有囝的身份，你会当向我求，你若求我，我就将列国赏赐你做基业，将地赏赐你做产业。诗篇37篇。第30到第50嘛，讲恁着我靠耶和华来行好，踮伫地面上，用伊的信息做美娘，搁掠耶和华做欢喜。伊就要将你心内所求的赏赐予你。
就将你的代志交托耶和华，我可以，伊就要甲你成全，伊要听你的恳求，伊要成全你。约翰福音主耶稣嘛，第15章第70甲第80节讲：恁若常常伫我的内面，我的话常伫恁内面，既若恁所愿意的，求就互恁，甲恁成就，恁要结做果子，爸爸因为安尼来得到荣耀，恁也就是我的学生。佮16节讲，毋是恁敬我，是我敬恁，佮差派恁去结果子，互恁的果子常常伫地。恁奉我的名，无论五杯求什么，就要赏赐恁。这拢是无论伫旧约、伫新约，拢是咧甲所有上帝的百姓讲，恁就是我的囝，是我的百姓。恁会当奉主耶稣的名来向我求，恁就来掠我最欢喜。恁所求的，就一定会得到成就。所以咱今日要甲主席道牧师嘛，搁一遍好调咱就要建立即款的囝的身份，囝的身份的侍奉，咱毋是奴才的侍奉。所以头一点就是咧讲，咱侍奉的真相其实就是主权的转移，主权。较早最做奴才，即马毋是最做奴才，即马是做上帝的囝。过去迄个主权拢家己落条条，即马毋会将你生命的主权来交互主。头拄读的圣经讲，以色列是我的囝，我的大囝。我甲你讲过，你着爱互我的囝去通侍奉我。你还阁毋肯互伊去我要杀你的大囝。这是对法律讲的，你袂当安尼做。我要拣选你做我的囝，做我的大囝，要来侍奉我。伊毋是你的奴才你着爱互伊当去。出来记记20章第20节讲，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对埃及做奴才的家带出来。你已经离开迄个奴才的家，你已经进入上帝的家。咱有时的侍奉伫教会内底，当然咱会认为讲咱的侍奉我参加圣歌队侍奉，我参加敬拜团侍奉，我做交代侍奉，我会当伫做小组长来牧养，还是幸福福长来带即个报道的工作，兼在做工书来栽培这个门徒，这拢是侍奉，这拢真要紧。但是咱若对圣经来讲，你是我的囝，是我的大囝，这就是一个契约，这是一个契约的关系，这是一个主权的转移。你若无即款的明白，你若无即款的理解，我哪有可能？咱还阁是用迄个奴才的心来侍奉。当上帝甲法律讲，用我的囝起来通侍奉我，这就是咧宣告一种身份的转移、主权的转移。即摆伊毋是你的仔，即摆是我的囝，伊是我的囝所以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宣告。上帝邀请，今日主要请你来坐倒，就是你就是伊的囝，你该当甲伊坐倒。所以伊毋是要传出来讲要搁举行一场真特别的宗教的聚会其实是一个身份的宣告，一个主权的转移。甲法律讲，因即马毋是恁埃及的奴才，伊即马是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子民。因为这样要侍奉我，你侍奉什么人，你就归属什么人。今日你侍奉上帝，你就是属于上帝。所以咱咧侍奉上重要就是，毋是干那讲你为着主做工，为着上帝做什么款的代志。上要紧，你爱承认迄个生命的主权就是属于上帝。今日咱礼拜日来礼拜，这就是一个身份的表明。今日是主告我的日，
我属伫主的，所以我来敬拜。今日安息日，又在安息日，伊就属伫上帝，上帝迄6日做工，第7日就休，伊就安息，伊就属伫主的，拢是做安尼，就是照安尼去做，这是一个身份的表明。咱就爱来到圣殿，来到圣所，咱就爱照伊的教示去行，咱就爱守上帝伫圣经所吩咐咱的真理这无论是10条诫命，无论是过去的律法，拢是共款。所以咧，侍奉上界重要的意思是啥物？意思就是讲，过去是咧服侍迄个毋对的主人，即马甲转过来，服侍法老，你毋是法，你袂应该做法老的奴才，你袂应该做世间的奴才，你是我所疼的囝，我今日生你，你是我的囝，是我的大囝，是有产业的，是有身份的。所以，咱的主人就是耶和华上帝这就是咱今日基督徒咱的侍奉上界重要的重点，上界重要的重点所以礼拜日来敬拜上帝。这是身份的表明咱欢喜遵行上帝的话，这嘛是身份的表明，因为咱是上帝的囝咱就是属于伊，咱就是照伊的教示去行所以伫以赛亚书43章第30节到第4节这个先知咧讲，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以色列的神的，你的救主，我已经互埃及做你赎回的价钱，互古实甲西巴来代替你的性命。因为我看你最宝贝、最尊贵，因为我疼你，所以我互人来代替你，互列邦的人来替换你的性命。上帝是用最的代价来甲你赎回。那讲咱今日嘛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劳，以重的价钱所赎回，所以伊看咱是宝贝。使徒保罗伊就足深刻咧讲到伊即款的身份。伊讲：当我已经甲主耶稣基督同顶十字架，现在咧我无过是我，是基督伫我内面的我。我即马伫肉体的我，是因为信上帝囝来我，伊疼我，为着我放杀家己。伊疼我，为着我放杀家己。今日咱要甲主坐道时，咱若永远了有像即个保罗即款的深刻的感觉。我今日会当甲主坐道，这是主应当的价钱甲赎回，所以我会当甲伊坐道，这是何等的宝贵。真正的侍奉就是关系，关系大成伫这事工。你的身份若对，你的关系就会好。你的侍奉的心就会对你才会结出好的果子。佮这个果子是永远伫地的果子，会当迎供上帝的果子。兄弟姊妹，咱的信仰毋是一个情感，若是一个情感，只是感觉袂歹体会袂歹经历袂歹我就热心来服侍主。但是即款的感觉若无去，是即款的迄个领受的过去的好无去，安尼就改变了。安尼这毋是真实的信仰。真正的信仰就是你真正甲上帝是迄个爸甲囝的关系，迄个关系是永远袂改变的，永远袂改变的。你永远属于伊上帝聘你永远做伊的某，上帝聘你永远做伊的大囝。即款的关系是上界重要。我相信咱真容易用迄个爸囝还是爸母甲囝儿的关系，这就上会讲理解。今日爸母生即个囝袂讲因为即个囝安怎改变伊甲伊的关系，伊拢是疼伊，永远拢袂改变的，永远拢袂改变的。你咧饲囝你感觉讲这是你的囝，你所疼，所以你咧饲囝迄个艰苦就会当忍受迄个艰苦真容易过去咱咧服侍主，其实就是
咱来进入迄个那个像老爸甲囝的关系啊，这个关系是亲密的关系，永远袂改变的关系啊。伫这个关系中间的侍奉吼，是啊，你伫患难中也会当欢欢喜喜啊，患难佫会生出吞忍，吞忍佫会生出愿望，愿望袂得到见效。使徒保罗讲啊，我若无传福音知影啊，但是我袂甲无即个责任用伫我的肩头顶后，我若甘心去做，我就有大的报赏啊。保罗就是改换伊的心态。兄弟姊妹，咱今日咧服侍主，毋是路财的心态，改是无做袂使啊！我要去做足毋情愿做的，这毋是囝，这是路财。但是囝就是欢喜去做，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爸的家，阮欢喜伫这个所在来服侍主，来敬拜主。这个关系建立对基督徒，伫今日的基督徒是无比的重要。若无真容易，你就去做法律的路财，去做世间的路财，这个世界会甲你掠去。咱对待咱的囝儿，就是爱像这种上帝疼，老爸疼囝共款。咱的囝也感受着，咱也感受着。咱今日做上帝的囝，咱嘛是共款。咱得到这个疼，咱若无得到这个疼，你要做囝真困难，真困难。一个人袂当侍奉两个主人。哦，你若毋是对中即个，就万能迄个对中即个，所以今日咱毋能够有迄种的心态啊。即个老姚牧师特别伊中间我讲有两项咧提醒咱的，可能咱拢会受到即个世界影响，像讲即个世界受即个希腊的思想影响足大，希腊的思想足大，希腊的思想中间。就是感觉我会当做我的主人，我会当控制我家己，我会当照我的想法来做代志，我会当毋免受干涉，我无受外在环境的干涉。这是即摆人拢咧追求，但是即款的自由，毋是真实的自由，若毋是伫囝内面的自由，就是变做路财的自由。路财的自由是真艰苦的自由。今日欧洲的人讲啊，到底？我若有上帝，改成会无自由。我若要自由，就毋免上帝。其实是倒头变。我若无上帝，我就无自由。我要自由，照我家己的自由，可能我就拒绝上帝。但是人无伫一个界限中间，就是我的自由侵犯着你的自由，你的自由侵犯我的自由。今日咱伫台湾民主自由的社会中间，若无法治，若无一个法治，大家有一个守法的精神，这个民主变做灾难的，兄弟姊妹，咱的家庭会当用民主制度来实施袂？袂使嘛。今日咱教会会当民主制度来实施嘛？袂使嘛。这个是有一个迄个官兵的处事，有上帝伊治理的原则。家庭教会毋是讲咱家庭中间咱囝举手咱今日要来食什么就食什么，咱要到佚佗就佚佗我都无爱读册就无爱读册。这爸母免做啊！今日咱的教会嘛是共款，咱就是上帝治理，但是上帝设立做伊所拣选的人照伊的真理、照伊的原则来治理的教会。所以出来记记19章40到60讲，恁着要来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邦国。圣洁的邦国，圣洁的百姓，罗马书保罗讲，迄个囝儿的名分、荣耀、这约、律法、礼仪、应允，拢是因的。伊这个百姓就为上帝领受这个。咱今日对主耶稣基督救赎恩典嘛领受这个。所以咱若捌真理，真理就互咱得到自由。所以天父囝若互恁自由，恁就得到真正的自由。咱若无真正敬畏上帝，照上帝假使去行，要追求家己的自由、家己的自主，反倒转，咱就失落。这个老牧师特别咧提醒讲，你甲看到韩国捌经历足大的复兴，但是韩国伫过去这30年流失600万的信徒。600万，因为伊的信仰足侪是个人性，
还是消费性，较无整个的上帝国度的目标。因为姊妹，咱今日教会伫即个所在，上帝若好调咱，只有为着咱预上教会咱真紧就对了。咱教会要人有人要钱有钱的时大家都无目标啊。想讲咱都会当享受快乐过日。今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过去偌济教会复兴过，即马大家拢已经停顿，无福音的能力，无福音的动力，无宣教的意向，因为无国度的目标，想讲都咱好就好。兄弟姊妹，这毋是教会，这毋是上帝教会，上帝的心意拢毋是安尼上帝毋是呼召咱干那要来解决我个人问题，满足我个人的需要。上帝当然伊会满足你个人的需要，上帝当然会互你得到伊要互你的恩典，但是真要紧的，咱的信仰毋是干那只有我私人的，所以有足侪人，伊的生命的主权，伊要信上帝，但是伊的生命主权无爱交予上帝伊甲信仰当作是我家己的能力，属我的能力你对我的生活莫干涉，可能牧师我来礼拜着，你也毋免甲干涉足侪我好毋好我家己负责。兄弟姊妹，其实愿意相信上帝，但是无愿意将家己的生命主权交予上帝这是今日的基督徒一定足大的问题，袂当得到真正的自由，伊也阁是活伫迄个路财的难处，袂当进入囝儿的迄个身份甲地位来领受上帝要互伊的产业，所以咱就要进入伫迄个以色列人、希伯来人，即款讲，你是我的囝，是我的大囝，我生你，我将这产业要赏赐你。有一个迄个犹太律比伊讲出讲，人有两种的欲，一种是叫做命运的欲，一种叫做命定的欲。其实外口的思想，咱台湾一般咱的同胞因为拜这个民间的神明你若看伊思想就知影，迄个命运天注定迄个是迄个拢是命运，人拢是命运，所以爱改命改运这命运。但是伫咱的信仰是讲命定，毋是命运。命运毋是，是命定。上帝对你的命定，这一种的，迄个命运就是一种的被动受难的状态。伊落在斗阵共同的艰苦，对敌的压迫伫这个环境下面以色列百姓原来嘛是伫遐讨气，伫遐喊惨叫天天袂应，叫地地毋知，迄若毋是上帝听的，上帝去救因，因就是活伫迄个落在内面。咱咧讲即个，咱台湾有时去用统治惯势所以迄个叫做奴隶的性质代价重，就是安尼足容易，都有人食就好，都食会饱就好，会当过日就好，无迄个身份的觉醒，无迄个做主人的迄个身份的觉醒，所以即个命定的欲就是主动的觉醒。我今日我就是上帝的囝。我这个家庭无论安怎，好甲歹甲我有关系。无好我嘛爱承担责任。好，我应该感谢上帝，我应该免好搁较好。兄弟姊妹，这就是意识。那个像伫美国过去迄干年中，你问定定咧问讲国家要甲你做啥物，你定咧问讲我会当为国家做啥物？所以一个迄个有主动的觉醒的恁问的代志，迄个心态拢无共款啦。毋是恁问讲现在这无好的代志，拢发生伫我的身躯顶。但是你若是一个上帝囝，你讲，既然发生这个代志，我免来用囝的身份来去面对，免来去治理这是主动的我会当去面对这个情景。这款就是囝儿的意识，我愿意去承担。兄弟姊妹，今日伫教会的事奉，其实是咱每一个人拢应该都要有这款的心态我会当事奉，这就是我的身份
我应该进入这款的事奉，我应该进入今日的事奉。我毋是奴才，我毋是人客，我就是上帝所拣选要来事奉伊的囝。所以上落尾，牧师要甲咱讲，咱着爱活出会当继承这个产业的囝儿的身份。你是我的囝，我今日生你，你求我就从列国互你做基业，这个地级互你做产业。彼得前书今日咱读的2章9节到10节讲，独独你是受拣选的族，是王，是祭司，是圣的邦国，是属上帝的百姓。你受掉出暗入伊美妙的光的好德，前毋是百姓，但是上帝的百姓；前无受人民，但有得的人民。感谢主，咱是王，是祭司，是圣的邦国，是上帝的百姓。这是身份。兄弟姊妹，身份拢是大兄弟这个事奉。关于大兄弟，咱会当做甚物？所以，当咱今日甲主席道，望互咱伫教会，你参加礼拜，毋是讲这是一个义务，改成讲安尼，无去袂使，变重担，你会感觉讲，我真欢喜要来邀我的圣殿来敬拜伊，我用欢喜的心来服侍伊，咱毋是上帝调伊这个百姓，毋是去山顶要去拍工的，毋是，是要做祭司，是要做王，是要甲伊去治理的，所以这是一个代表权的见证。罗卜无代表权，只有囝有代表权，有继承权。咱是上帝厝内的人，咱今日咱的教会毋是咧替别人做工，咱是咧为了咱的家己的经营，家庭咧经营。兄弟姊妹，这就是最近这个老姚牧师一直咧呼吁今日的教会，咱应该做囝，咱有这个身份，咱有这个身份，就有这个产业。咱有这个身份，就有这个权柄，咱会当来领受到的，咱毋能够改成做人客、做奴才，求主帮助咱，互咱伫教会，大家拢是上帝宝贝仔囝，咱就是甲伊做王，做大祭，迄个大祭司的团队，咱甲主席道，这是上帝透过伊的圣囝耶稣基督，伊的身躯甲保护。互咱会当来领受这个救恩的圣餐，求圣神特别光照咱。咱诚做基督徒，感谢主。现在咱要来信主的时，是有人引带，有时有好朋友引带，有时有拄到问题艰苦，期待来到教会了，感谢上帝，你有得到上帝的听，上帝的恩典。有时透过祈祷，有时透过人的帮忙，你有真正得到上帝的恩典。但是咱袂当干那活伫这款的状态，咱要有确实知影，咱就是伊的囝，是上帝所拣选的，甲伊契约的。咱就是要来领受伊的产业的。上帝照着叛过节，替埃及的大囝付出足大的代价，来拯救以色列。来竞选以色列，分脱离奴才地，互伊诚做祭司的国度。今日上帝听世间人，嘛透过伊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来定立十字的计时，来担咱的罪，互咱因为信伊的名，会当吃过伊尊贵的囝儿。咱是伊所敬的百姓，是王，是祭司，是圣的邦国，是属伊的百姓，所以。咱会当甲伊做到，咱嘛会当伊祈祷，咱应该甲主讲主我的生命无爱阁留伫埃及，我无爱继续伫世界，我无阁干那咧追求即个世界，我是属伫你的，我要单单敬拜你，我要互即个世界掠去，主啊，毋通我毋茫安尼，我嘛恳求你帮助我。互我有这个使命，互我有这个能力，互我有这个权柄，互我有这个智慧，来帮助我的家庭、我的囝儿，
那甲像即个约书亚讲啊，讲轮到我甲我的家，我决断要送耶和华。望咱会当做好的模范，做好的模范，做爸母就是做好的模范，做老爸啊，就是爱做王，爱供应一切需要，爱那像做即个建筑，爱保护即个家庭的安全。那甲像迄个导师啊，师傅爱当来甲因教导，甲因引带，做戒师，互因会当明白真理，互因当行主的路。兄弟姊妹，拢是爱付出代价，拢爱是付出时间、付出金钱啊，付出代价、付出精神啊。咱若用心，我相信圣神的确要帮助咱，要帮助咱，互咱会当啊带领咱的啊家庭，拢会当归向主。咱常常为因祈祷，常常为因祈祷。咱若做阿公阿嬷的，其实咱嘛爱常常关心咱的孙，咱来为伊祈祷啊，嘛会当带伊读圣经。兄弟姊妹，兄弟姊妹，这是身份。咱若会当啊了解这个身份，就袂改变。这个身份是永远的，毋是暂时的，毋是因为环境改变就改变的。咱属于伊啊，咱是要啊得到伊的疼，要来领受到伊的应允一切这福气的啊！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今日甲主持道的时，咱会当明白的祈祷，咱三个来祈祷。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今日啊透过你的话知影，阮是受拣选的百姓，阮是王，是祭司，是圣的邦国，属于你的百姓。阮前毋是百姓，即嘛是百姓；阮前无受怜悯，即嘛得到怜悯。毋是干那阮家己得到，阮要互阮的啊世世代代，阮的子子孙孙拢会当得到。毋是阮家己得到，就是伫阮徛起的所在，这个阿无明白你的人，阮应该对因有使命。阮爱向因做见证，阮爱向因传福音，阮甲因建立好关系。阮毋望会当带因来，甲阮同款领受即个恩典福气。主啊，阮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有即款的觉醒，互阮有即款的认识，互阮有即款的使命来做你爱阮做的工。互阮特别来礼拜时是欢欢喜，特别服侍的时，主啊，阮是啊快快乐乐，阮服侍无重担，无劳苦，因为阮是咧做你爱阮做的工。这毋是为着别人做，是上帝你的家中，阮应该做的，阮欢喜来做，阮欢喜做，阮甘心做，阮的确要报赏。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感谢主，咱这时要来念一首的诗歌啊，要甲主祈祷。现在咱要来弹，要来唱这首啊，355首啊，请咱大家起立来吟。愿大自己，他主切的专心来听伊的话，赞我主的临在，激动心愿的栽培，也讲圣经信仰故事，也关心来做模范，把阮通过一生言下，听的真理较伟大。将阮的爱变做
愿出去，应听服务，冲突所在求和平。天堂叫你赐愿听信，我的下面无怨叹。我愿看见主你形象，地球上的世界，主必相信，但愿要请其他人来分享，听见圣灵的千万人，受了天地世上用，这道叫我不可吞怕，破坏面对的和平，当愿他的天在前头，欢喜乐乐永不停。那这唱这。感谢主，请咱来听主耶稣，见那归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讲恁见那着无担的，着来求问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我就是活命的饼，求问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求问我的人，我决断无气杀你。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捌对主修，我对主修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面，有提饼祝谢，对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见若食的时，就今日纪念我。食了后也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见若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这个是咱要照主耶稣伫受杯迄面有提饼祝谢，咱照伊生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主耶稣，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摆伫你的面前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你恩典的帮赞，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通荣耀你的性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今日来纪念我。咱请咱的长老来旁边。这咱也已经领洗礼入教会，陪咱的会员，咱拢会当来领受主的身躯甲保护。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是用伊的宝体甲保护，甲咱赎回。咱会当做阿爸爸上帝的囝儿。这是何等福气！当咱甲三位一体上帝三甲坐道，望咱搁一遍来领受天父疼世间人的疼，充满伫咱的心。互咱知影，毋是咱家己，咱嘛像头仔吟的圣诗，咱会当甲人分享，分享天父的疼，分享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
分享圣神保惠师，伊知影咱的软弱，常常甲咱三甲弟弟来扶持帮助咱，互咱会当常常伫伊的恩典中间，来做上帝的宝贝仔囝，来享受上帝，互咱伫伊的家中一切福分。这拢有记着这个饼吼。提起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你，为着我拍破的，咱三个来领受，来纪念伊。下了主要说也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室里面，恁既然啉的是，就今日来纪念我。咱要来请长老来旁杯。这个杯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宝血就是伊的活命。主耶稣用伊的活命来替换咱，伊为着咱的罪来死，但是死过活，咱的旧的生命甲伊同死，互咱来领受伊手赐咱新的活命。就是新的关系，新的关系。伊讲你是我的囝，是我的大囝，是我所疼的。你会当奉我的名白求，就要得到。你求列国，互你做基业；求全地，互你做典善。上帝嘛赏赐互你，这一切拢是伊的。兄弟姊妹，咱应该爱甲咱的阿爸爸建立那较像爸囝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互咱会当也甲咱的老爸有亲密的关系。兄弟姊妹，咱嘛爱甲咱的兄弟姊妹建立好的关系，互咱会当甲主耶稣建立好的关系，因为伊是咱的大兄，咱会当甲老母建立好的关系，互咱会当甲圣神有亲密的关系。这提起啉，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信仰。咱啉的是着今日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得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个伫地，咱三个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的食物，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
也是你永远会顾的护的。主阮的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他以后会当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要来请咱的长老来受圣餐的奉献。感谢主，咱透过甲主坐道，搁一遍来宣告，咱是属于，咱是伊的囝儿，是伊所疼的宝贝仔囝，咱感谢伊的疼。咱三个来感谢，特别感谢你，互阮今日有这款的恩典福气，会当甲主耶稣三甲坐道。阮真正满心感谢上帝，互阮会当做伊真实的囝，做伊的宝贝仔囝，互阮会当欢喜伫伊的家中来敬拜。伫伊的圣中来服侍，主啊，这是阮的恩典，是阮的福气，互阮会当有清楚的明白，互阮真实会当做上帝真实的囝，互阮伫一世人拢会当行伫伊的道路，互阮会当照伊所应允，会当伫地面上阮会当用伊的信息做美娘，阮会当真正掠伊做欢喜。伊应允阮心内所求的，伊就要赏赐互阮。阮将阮的代志交托予耶和华上帝，我可以当拢要得到成就。主耶稣，感谢你，阮出于感恩奉献金钱伫你的面前，求你圣化感纳，成做你的教会圣工，你的圣国一切路用，来扩阔你的国度，献上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要来祝福查恳389首，阿拉上帝至高至尊，请起立。阿拉上帝至高至尊，造化的主，万福万福，天地生杀，地的万民，永远阿拉的行前行。祝祷，咱要请陈牧师。咱恁通平安去，做上帝的宝贝仔囝，享受做囝儿一切的身份地位，所要领受的产业，丰丰富富充满伫恁。但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会，对死人中带阳君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当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佮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得到欢喜伫伊的面前，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衰。阿门。
请坐，别会别倒。很好。